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正式开市，大家出来买南北货。上届烦恼讲过年这段时间买物件无俗，变较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俗。这个俗的意思就是便宜，若颠倒变的词就是贵。另外，咱台语这个俗嘛有较特别的用法，像讲果子若是阿丹较无水，咱讲俗气；若古早田爬远去，或者是讲一个所在较稀微，咱会讲整理真俗。今年生理真俗，若是听到到地无意无趣味，咱讲听了真俗，看了真俗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俗价，就是讲一个产品的介绍无贵，介绍真便宜。第二个词咱可能较罕的听，即读做客俗，这个意思就是讲真酷俗、真严肃，像咱讲咱都已经接受啊，唔通客俗，也就是卖客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考试讲阿叔你咧卖果子，拢无伫咧客俗，有时阵用俗价甲阿叔买果子，若有时阵阿叔佫无甲伊收钱，会当讲是便宜唔知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俗提供予大家参考。